金光明經善習品第12。爾時如來復為地神，說往昔因緣而作偈言：我昔曾為轉輪聖王，捨四大地及以大海，又於是時以四天下滿宗珍寶奉上諸佛，凡所布施，皆捨所從，不見可愛而不捨者，於過去世無數劫中求證法故，常捨生命，又過去世不可擬劫，有佛世尊，名曰寶勝。其佛世尊般涅槃後，時有聖王，名曰善習，於四天下而得自在自正之世，盡大海際。其王有城，名水陰尊，於其城中止住自化，夜睡夢中聞佛功德，及見比丘，名曰寶明，善能宣暢如來正法，所謂金光微妙經典，明如日中，悉能遍照，是轉輪王。夢是事已，即尋覺悟，心起遍身，即出宮殿，自增方所，供養恭敬諸大聖眾，問諸大德。是大眾中可有比丘，名曰寶明，成就一切諸功德否？爾時寶明在一掘中安坐不動，思惟淨念，讀誦如是金光明經。時有比丘即將是王，至其所指，到寶明所，時此寶明故在掘中，形貌殊特，威德熾然，即是王言。是掘中者，即是所問寶明比丘，能持甚深諸佛所行，名金光明，諸經之王。時善習王即尋禮敬寶明比丘，作如是言，面如滿月，威德熾然，唯願為我敷演宣說，是金光明諸經之王。時寶明尊即受王請，許為宣說。是金光明3000大千世界諸天，知當說法，悉生歡喜，於淨微妙先結之處，種種珍寶賜前其地，上妙香水，持用灑之，散諸好花，遍滿其處。王於是時自敷法座，圓增翻蓋，寶色交落，種種微妙，
樹特末香，色以奉散，大法高坐，一切諸天，龍及鬼神，摩睺羅騎，緊那羅等，即與天上曼陀羅花，遍散法座，滿其處所，不可思議，百千萬億那由他等，無量諸天，一時俱來，集說法所，是時寶明，尋從掘出，諸天即時，以娑羅花供養奉散。寶明比丘，是時寶明，淨洗身體，着淨妙衣，至法座所，合掌敬禮，是法高座，一切天王及諸天人，與曼陀羅、大曼陀羅、摩訶曼殊，眾妙寶花，無量百千，種種伎樂，於虛空中，不鼓自鳴。寶明比丘，能說法者，尋上高座，結跏趺坐，即念十方，不可思議，無量千億諸佛世尊，於諸眾生興大悲心，及善宅王所得王領，盡一日月所照之處，時說法者，即尋為王，呼揚宣說，是妙經典。是時大王為聞法故，於比丘前，合掌而立，聞於正法，讚言善哉，其心悲悼，涕淚交流，尋復踴躍，心意希怡，為欲供養此經典故，以時即提，如意諸王，為諸眾生發大誓願，願於今日，此閻浮提，悉與無量種種珍異，為其七寶及妙應樂，以是因緣，悉令無量一切眾生皆受快樂，即於爾時，尋與七寶及諸寶飾，天官已當，種種應樂，金贊寶座，悉皆充滿，遍四天下，時王善宅，即持如是，滿四天下，無量七寶，於寶勝佛為法之宗，以用布施，供養三寶，以時為王，說法比丘，於今現在，阿閦佛時，是善宅王，聽受法者，今則我身，釋迦文士，我於爾時，捨此大地，滿四天下，珍寶布施，得聞如是金光明經，聞是經已，一稱善哉，以此善根，
業因緣故，身得金色。百福莊嚴，常為無量，百千萬億眾生等類之所樂見，既得見已，無有欠足。過去99億千劫，常得作於轉輪聖王，亦於無量百千劫中，常得王領諸小國土，不可思議。劫中常作釋提桓因及淨飯王，復得值遇十力世尊，其數無量，不可稱計，所得功德無量無邊，皆由聞經及稱善哉。如我所願，成就菩提正法之身，我今已得。